Hello， 欢迎来到勾勾公哈发，我是一姐，我是敏华。一姐，我发现最近我很多朋友都把小朋友呢送去学直排轮，可以运动，而且还可以消耗他们的体力哦。看起来是不是真的不错？听起来不错。而且现在看到公园里面还真的看到很多人都在学刺排轮，也就是直排轮哦。直排轮就是刺排轮，而且我觉得直排轮会流行，这是因为呢，现在很多的公园都有户外的溜冰场哦。说到溜冰场，溜冰场怎么说呢？溜冰场的客家话就叫做溜冰场。溜冰场就是溜冰场了。其实，在溜直排轮的时候，最重要的就是安全了，所以千万不要忘记要戴上安全帽。安全帽就是安全帽了，这很重要哦。另外呢，我们要教大家的就是年轻人流行溜直排轮，这句话怎么说呢？这句话应该要教给大家的是：好桑你四好溜直排轮，好桑你四好溜直排轮。今天勾勾公哈发也带你赶一下流行，一块去溜直排轮。哇，教练帅耶！不过这边小朋友也太厉害了吧？对啊，因为他们都是专业的选手，都在外面比赛的。我觉得现在河滨公园很不错哎，都有这样的溜冰场让小朋友可以溜刺排轮。对啊，那个是因为今天下雨，所以才人比较少，不然如果没下雨的话，这边更热闹，更多小朋友。我觉得下雨会不会担心危险呐？因为地板蛮滑的。不会，你只要穿着全套的护具，还有安全帽，就会非常的安全。说到安全帽还好你们有帮我准备，不然我什么都没带，超害怕的。对啊，所以呢，要上场之前一定要准备好自己的护具以及安全帽，再上路，这样子是最安全的。看不出你还真的会溜直排轮，我可厉害的呢，因为我那个年代也流行过，不过以前呢叫做溜冰。哎呀，你不小心透露自己的年纪哦，不要告诉别人。好了，我们赶快帮大家复习一下今天教给大家的客家话喽。首先帮大家复习的就是直排轮了，直排轮就是刺排轮，刺排轮就是直排轮。而且溜直排轮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哦，所以不能忘记的就是安全帽。安全帽就是安全帽了。对呀，而且现在很多人学直排轮都是在溜冰场，溜冰场就叫做溜冰场，溜冰场就是溜冰场了。对，那今天我们还要教大家的就是年轻人流行溜直排轮，这句话怎么说呢？这句话要帮大家复习的是：好桑你四好溜直排轮，好桑你四好溜直排轮。今天勾勾公哈发呢，就带大家赶一下流行咯，希望你运动愉快。